乡亲千万唔通传假消息，就人伫面册甲内顶面散布假即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即个防疫假消息，讲即摆瘟疫比17当前即个 SARS 更较严重，爱大家唔通出门。个署名是陈时中。调查局是讲即款看起敢若是防疫的消息，意愿有可能引起恐慌，上悬会使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罚新台币300万块。连假期间，未少人想要出去行行咧，但网络上出现这款信息，讲陈时中提醒大家莫出门，嘛指出一旦染到，就算治疗好，后遗症嘛会拖累后半世人。消息一出来，未少人以为是真的，不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马上发布回应，指挥官根本无讲过这段话，希望大家莫误信。陈时中嘛在记者会上一概把话讲清楚。那这是一个假讯息。他说不要出门，我也不反对了哈。那但是如果在这样假期你们要出去走一走，我也不反对。但前面讲说这是终身伤害，整个在医学上的一些见解，那事实上这我都没有讲过。条件看起来亲像是防疫的信息，可是有可能引起惊吓。调查局目前已经约谈发文的民众，嘛提醒若是乱传无实的信息，相关是罚3档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代票300万的罚金。若是真正为着要帮忙防疫咧，建议会使善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大门，才会当达到上好的效益。